马可福音第4章，耶稣又在加利利附近教训众人，有一大群人齐集到其面前来，所以他上船去坐等，船停在湖中，众人骑在湖的船頭。耶穌就用比喻教佢哋千多道理，其中佢又講：你哋注意聽啊！有一個為種嘅出去為種，其為嘅事，有條種子落在路上，掉下比來將其條石頭，有條落在乃淺淺嘅石頭地上，因為乃淺淺，種子輕腳就爆芽出來，一條出來一曬，嫩芽就枯燥脫去，因為見無拉成。有條落在那個地背，那個抬起來，將秧嘅結定，就無法度結子。另外有條種子落在河泥地背，狀態成熟，就結千多子，有條數成30批，有條60批，有條100批。耶穌結論講：有耳講好聽嘅人，就愛聽。耶穌單唱以撒嘅時節，有條聽過佢講道嘅人，老12個學生共下來見佢，請教佢了條比喻嘅意思。耶穌講：對你哋上帝國嘅奧秘係用明講嘅，那係對外人，一切就愛用比喻。像聖經所講，佢哋看了又看，仲係唔會了解；聽了又聽，仲係唔會入耳。那唔係一樣，佢哋回心轉意，上帝就會赦免佢哋。耶穌問佢哋講：你哋冇明白呢個比喻係冇一樣，因為明白其他嘅比喻，為種嘅人所謂嘅就係上帝嘅真道。有啲人將落在路上嘅種子，佢哋一聽到真道，撒旦即時出來，將為在佢哋心中嘅真道搶走。又有啲人將落在石頭地上嘅種子，佢哋一聽到真道，即時歡喜接受，總係真道在佢哋心中當見無成，存無結構。一下為到真道遇到困難，也係不開，輕腳就跌倒。還有啲人像為在那個地背嘅種子，佢哋又聽到真道，總係生活嘅操心、錢財嘅誘惑、攞各種嘅慾望入來，將真道協定，無法度結果子。總係有啲人像為在河泥地背嘅種子，佢哋聽到真道就接受並結果子，有條數成30批，有條60批，有條100批。耶穌又對佢哋講：有罵人點點，拿來放在斗底下，也係面床下，咁係愛放在燈台當嘛？特項隱藏嘅事，最後會顯明出來；肯定嘅事，最後也會本然現出來。有耳講好聽嘅人，就愛聽。佢又老佢哋講：你哋所聽嘅愛留心，你哋用乜嘅東西兩本聘人，上帝也愛用同樣嘅東西兩本你哋，甚至愛限卡到，有嘅愛本佢限卡到，冇嘅連佢所有嘅一絲絲嘅也愛搶走。耶穌繼續講：上帝嘅國像一個人為種在地上，佢按不頭睡夢，日頭康床，這條種子爆芽狀態，樣板會按樣見地，乃自然為使植物生長結子，先爆芽，然後打穿，最後結千多子。五穀熟嚟，佢就用禾籃疏割，因為屬神嘅時節到嚟。耶穌講：我哋講上帝嘅國像乜嘅呢？我哋做得用乜嘅比喻來說明呢？上帝嘅國
可比一粒芥菜籽，是世间最细的种子。有人将其种在泥土，过无几久，其就抬起来，比培养菜卡高大。其生出雏鸡，飞鸟采其阴凉的蔬菜做豆。耶稣用千多像安样的比喻对众人讲道，照其哋所能明白嘅来教其哋。佢对其哋讲道，亲爱用比喻，总系但将同学生讲下嘅事，佢就全部解释本其哋听。今日暗晡，耶稣老学生讲，我哋坐船来去湖对面嘅片。佢哋就离开众人，耶稣已经在船上坐好些，学生就开船，另外也有别嘅船向下去。忽然有一阵暴风吹进来，波浪千大，打入船肚，船肚嘅水差唔多要淹起来。这时耶稣还在船尾贴定整条水幕，佢哋很想佢讲：先生，我哋会冇命咯，你冇得我哋希望。耶稣想过来，接批风讲：停下来！又吩咐浪讲：点点，风就停下来，湖面就太太平静。耶稣问佢哋讲：做乜嘅案件？你哋还冇信心希望？佢哋就请讲彼此讲：两个人都大系乜人，连风流浪也听从佢。